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新年恭喜！恭喜，咱甲边仔兄弟姊妹讲新年恭喜！新年恭喜，感谢上帝，互咱伫这个新的年，大家拢平安出入，吼，拢得到平安，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咱嘛甲迄个线上的兄弟姊妹挥挥手，啊，挥挥手吼，嘛祝线上的兄弟姊妹大家身体健康，新年恭喜！恭喜，好，咱要礼拜进前，咱要先用一首歌来敬拜上帝，来讹咱的上帝，吼，好来。我用祈祷来到主的面前，用咱的心来唱哈。我愿祈祷来到主面前，专心专意祈求你，放下主专挑我的心情，我都要归恩你。当我祈祷的时，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来勇气，安慰鼓起，我忧伤变成欢喜。当我是一个软弱的心，我要完全我靠你。愿你主爱先求来扶持，因错保护无偏离。当我祈祷的时，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来勇气，安慰鼓起，让忧伤变成欢喜。当我祈祷的时，当我祈祷的时，哈利路亚，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是赐来勇气，安慰鼓起，让忧伤变成欢喜，让忧伤变成欢喜。下面咱要来感谢上帝。啊，是咱感恩甲真侪时间，清早透早，咱来到上帝面前，拍开咱的心门，拍开咱的心门，咱先来读一个圣经节，这是记载的诗篇136篇3到50，咱做来读来。就感谢万主的主，伊的主爱永远存续，就以最奇妙大事，伊的主爱永远存续。伊用智慧创造天，伊的主爱永远存续。来，搁一节，下一节来。上主啊，你若会记得人的罪过，主啊，什么人开条，总是你为赦免人，互人通敬畏你。咱要做伙来祈祷，咱做开声来祈祷哈。阿罗上帝。感谢上帝，在咱新春这个节期，上帝赏赐予咱出甲入拢得到福气，拢得到平安哦。感谢主哈！啊，咱的上帝嘛是公义的上帝哦，吼公义哦吼啊，对就对，唔对就唔对吼。啊，咱伫上帝面前，用上帝来认罪，啊，学咱的上帝，叫上帝赦免咱的罪，互咱每一个人拢有通行伫上帝正直的路中，安尼来荣耀上帝。咱做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阮伫你的面前所做所行的一切，主你是公义又搁怜悯的主，伫你面前阮无通相比。他等下主，阮来到你的面前，阮就是要来独独要来阿罗上帝你的名。主，你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
你也是行奇妙大事的上帝。主啊，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上帝。主啊，你也是公义人民。主啊，总是你无追求阮的罪。主，阮逐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阵，主啊，我要搁一遍感谢你，感谢你赦免阮的罪。你用你的宝血来洗清阮，互阮通得到完全。主啊，互阮成做一个新搁创造的人。当阮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保守阮的心，互阮这时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你的面前。阮独独要来调起你的面来敬畏上帝。主，阮感谢你，感谢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来，煞接咱过来读一个圣经节。来，咱做来。上主是伊子民的溃烂，是伊选立的王得救的避难所。求你解救你的子民，赐福予做你产业的子民。求你做因的牧者，永远扶持因。咱要为着咱的心灵来做来祈祷万主的主万王，上帝是咱的帮助者，是咱的倚靠咱的全身躯拢交托上帝，心灵一切拢交托上帝。虽望咱有时咱有病痛，总是无要紧伫上帝无恶正的事这个时阵咱就做要来祈祷。那么兄弟姊妹，咱互相为着咱的需要来代祷。感谢你倒位欠安，你将你的手放伫你的身躯，咱做伙同心要来祈祷，求上帝来医治，上帝来怜悯咱，哈利路亚！你的病痛就会得到医好。咱用咱的信心来恳求，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来到你的面前，主，哈利路亚！主啊，心灵，哈利路亚！主啊，你做阮的主，你，互阮会当将忧伤，互阮会当将挂虑来投放互你。主啊，你伫咧阮的身体来做主，等阮伫咧艰苦病痛。特别上帝，阮要邀请你，成做阮心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主啊，你甲阮讲，出伫阮信心恳求的，主你就要来成，你就要来医治阮。主，阮有最最欠缺，主啊，阮有最最的喜怒哀乐、忧伤，主总是你拢知。主啊，这时我要将阮的欠缺拢交托伫主。主啊，感谢阮有咱亲人死失，甚至有阮的肢体、身体欠安，倒伫病床。主啊，你要一一将因抱伫你的胸前，你要牵因的手。主，你要甲因讲，毋免惊，我要成做你的帮助。你讲，你的病痛，我要互你得到完全的医治，甚至我要医治你的伤痕。主啊，你阁甲遐破病忧伤的，英文讲，你也要为因铺床来看顾因。天父上帝，愿知你是永远慈爱的上帝，你无放弃阮，每一个拢是上帝你宝贝的囝儿。主啊，只要阮来愿意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就要听阮，你就要笑阮，教养阮，因为阮的活命是你创造，阮的生命也拢交伫你手中。主啊，帮助阮，感谢耶稣，感谢你听阮，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所以咱要为着咱今仔日的主日来祈祷，守望来祈祷。来，咱先来读一下圣经节，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来，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佮信伊话互追求伊的人得着报赏。咱同齐为着咱今早起咱的服侍，为着这牧者同工团队服侍，做人这服侍拢交代伫上帝的手中互上帝来管来掌管
来今仔日这场的礼拜中间吼，来咱有几项来祈祷吼，咱为着咱教会守望来祈祷。来第一项，咱为着咱教会聘牧这件事来祈祷吼，或者聘牧小组，或者是咱线接，咱要办这个天书，要来聘牧这个天书，拢有通赶紧来办理好势。咱一定爱同心来祈祷，将咱聘出的牧师这个事交给上帝，上帝掌管。咱确实，上帝要赏赐一位伊所意爱、所同介好的牧者来到咱的中间，继续来引带咱迦南教会向前跑走的道路。咱切切爱为了这个代志来祈祷，主任牧师赶紧来到咱的中间，继续带领咱向前来跑走，会通来荣神益人吼。第二项今仔日是总会原住民的宣告委员会时间吼。咱为着因这经费，甲这同工求主来保守保守会通来供应来带领吼。好，咱先为着这两项，咱做来祈祷来。主啊，阮为着哈利路亚，主啊，阮要为着阮教会的主任牧师来祈祷。主啊，今仔日特别这牧师要到阮的中间来有阮来讲道，来讨帮上帝你的话。求你甲特别这牧师同在，圣神引带伊，保守伊，为伊所要伫阮中间来所讲每一句话，拢会通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帮助迦南教会向前跑走的动力。主啊，阮也要为着总会原住民的事工来祈祷，帮助因的经费，因所做的每一个事工，拢得到主你的保守，拢无欠缺。愿同心伫你面前献上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煞叫咱今仔日也要为着青年牧区来祈祷，青年牧区来祈祷吼。赏赐或者青年每一个同工，大人拢有谦卑、认罪悔改的心，圣心同在，来教导这些青年，有更较侪这个更新的祈祷吼。赏赐这些青年牧区每一位同工。因手中所做的每一个工作，拢求上帝来兴起，搁较侪青年在领袖。特别咱看见咱即马这个社会，侪这个资讯足发达的，总是有真侪这个无正确这个抹黑，甚至这个伤害心灵真侪这个信息。咱特别为着这来祈祷，互咱教会青年这心思意念无受到这无好的信息的污染，好无？吼。这非常重要吼，无安尼影响到因的正常的发展。吼，咱特别为着青年牧区来祈祷，咱做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青年牧区来祈祷，伫礼拜时阵，阮建造。主，阮特别要为着青年牧区来祈祷，求你来帮助赏赐这些青年，因为搁较侪谦卑甲智慧，或者是青年因为搁较侪悔改认罪祈祷，圣神引带在阮教会所有青年有。更较深来敬拜上帝，特别阮要为着这些青年因手中所做每一项的工作，求你亲自来掌管赏赐因的智慧，为因所做拢会通荣耀上帝，互因伫教会甲工作，甲因私人生活拢会通兼顾来。或者青年牧区得到真好发展，特别我若看见这资讯的发展，侪这无好这消息资讯。主啊，毋望在青年会当分别好歹，或者无好的资讯，无影响到因的心灵，互因会通正常来发展来认识上帝。上帝你的话，成做因的一生的帮助，一生的瓦靠。最后咱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作为来祈祷。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一次，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宣布伊的救恩对列邦显明伊的公义。请咱三个人因时代学到上帝圣诗第15首，万有光明日记咧。我也对烧落的太阳、秋天的凉风、园内的果子、草花，也是空中的飞鸟，拢会通体会到你无限量的疼痛。当我每一摆看见你的手所创造的奇妙大工程，就要因为你的创造来欢喜快乐。我要将一切的尊重、荣耀、娱乐，拢归伫你。特别，阮要感谢你伫过去一礼拜新春的假期中间一切的保守甲看顾，互阮会通享受到家庭也是教会中间的温暖。求你互阮会当用对你来的听的眼光来看阮的亲人甲朋友，通看见上帝伫因生命中善良、顺全、通欢喜的旨意。甲阮的关系会当伫听中间来互相扶持，来相甲成长。特别，阮也要感谢你伫过去1年中间对阮的心灵以及阮的国家、教会一切的祝福。借着祈祷，互阮搁较认捌你甲你奇妙的所在，互阮会通得到对你来的疼心甲知识，以及对逐项的判断力嘛哪进步。日日哪加添。伫今年开始，阮的教会开始一段无有牧者的日子。总是阮相信你有你好的旨意，你要爱阮安静来思考教会未来的方向甲需要，也爱阮看见阮对教会的责任，搁较要爱互阮知，独独你是教会的主，教会中间独独你是头。当我要开始面临聘牧的过程，求你将你的心意来放伫阮的心中，互所有聘牧的过程会当顺利，
互阮所做会当下注你的心意。我也要感谢你今早起找见特别是牧师来到伫阮的中间，来传讲上帝的信息。只是阮也当心来到伫上帝的面前，要来领受你的话语甲恩典。今日只是找见圣神来到伫阮的中间，充满伫阮的会中，也充满伫每一个人的心中，将你的话语刻条伫阮的心中，成做阮的帮衬，互阮领受圣神的恩典。通好胆面对人生的试炼，来赢过世间的征战。阮伫你的面前，当心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咱要三甲来启应文第50，启应文第50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启应文第50，至关上主的信临到我，因为上主有应由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互散赤人，去医治心灵破碎的人，宣布受了的得到讨放，受关的出家牢。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甲咱的上帝伸冤的日，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互伊花冠代替过夫，欢喜的油代替悲哀，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因受称做公义的树，上主在前来显明伊家己的荣光，我要用信实甲因保守。要甲因立永远的约，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因的子孙伫万邦嘛会出名。做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这是咱要请青年牧区来献诗，因所要念的诗是重启。大家平安，甲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是黄君义执事，这位作词作曲这首歌要献给上帝，献给教会，伊有内底有写伊的心情，所以献诗的时阵会当大家来看。虽然阮是用华语来唱但是有3个字是台语，用感情唱安尼好，谢谢。此刻如履薄冰，犹如阳光照映，收拾了那破碎的曾经，一切归零，再开始的憧憬，充满我心。好像有一股未曾有过的气息，今天我们之间或许就更靠近，擦干那天落下的泪滴，跟随生命的指引，同心合一，这就是崭新的生机。回头看那曾经紧握在手心的记忆，如今就像梦境，模糊的有些看不清。和我们一同在基督里，过去的事都要被更新。我们坚定与主同行，重启心中的热情。
向那美好的迦南地。好像有一股未曾有过的信心。今天我们之间或许就更靠近，擦干那天落下的泪滴，跟随圣灵的指引，同心合一，这就是崭新的生机。人总是会软弱，总会想要为自己活。当耶稣的爱没有尽头，冷漠的人都要被感动，脱出一切捆绑枷锁，重启心中的悸动，重新出发，迈向那永蔚蓝的天空。回头看那曾经紧握在手心的记忆，如今就像梦境，模糊的有些看不清。而我们一同在基督里，过去的事都要被更新。我们坚定与主同行，重启心中的热情，重新出发，迈向那美好的迦南地。重启我们最配选的生命。三个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士师记第8章第22节到24节，旧约士师记第8章第22节到24节。请咱恭敬来领受。以色列人对基甸讲：“你已经救阮脱离米甸人，请你甲你的囝、你的孙统治阮。”基甸讲：“我无要统治恁，我的囝嘛无要统治恁。”只有上主才是恁的统治者。基甸阁对因讲：“我有一项要求，请恁逐个人将抢到的耳环予我。因会对得伊是玛利人有即款金的耳环。”只是咱要请陈碧芝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是题目是伫迦南建立上帝主权。伫迦南建立上帝主权。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带领阮伫旧年的中间，互阮每一位拢通得到新心灵的勇敢、家庭的和睦、甲出入的平安。当阮阁一摆聚集伫主你的圣殿、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感谢你，也愿上帝你的神、你的话充满伫阮每一人的心上。无论阮伫礼拜堂，也是阮伫外围、伫线顶，也求上帝你的神拢甲阮三甲同在。安尼祈祷恳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新年恭喜！甲你隔壁兄弟甲伊讲，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请问咱恭喜爱恭喜到当时？到15。咱爱恭喜到见上帝时阵拢爱三甲来恭喜一个树林的中间，一片的树林。因要来找一个牧师，所以头一个聘牧小组呢，就去找着橄榄树，要讲邀请橄榄树来做因的牧师。这个橄榄树甲聘牧小组讲，真实的我即马真无闲。这个橄榄呢会当做油，橄榄呢佫会当互敬拜上帝，佫会当互人做真好的油，所以我袂当做恁的牧师。所以这个聘牧小组呢，佫去找啥？找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呢，嘛甲遮个聘牧小组讲歹势，阮即马即个无花果，即马发甲足水的，这个足大粒的，佫足甜的，我嘛袂当来做恁的牧师，你去找别人。
所以这遍牧小组呢，佫去找谁呢？伊就去找葡萄树。葡萄树讲，真实的，这个葡萄呢，会当做啥物？做红酒啊，这做酒足好的啊，所以我嘛袂当来做你的牧师。这遍牧小组找，最后伊去找着刺啊。啥物叫做刺啊？刺啊就是刺皮，拄则有人讲刺皮，就是荆棘。伊就找刺皮，讲你来做阮的，请你来做阮的牧师。这个刺皮的刺啊，讲好，你若爱我做阮的牧师，安尼恁就拢爱徛伫我的下骹，爱听我的，用伫我硬的下面，无呢，我刺啊，是足会导火哦。我会放火，甲恁的这树篮拢烧掉，甚至连这树篮上界大丛的，叫做黎巴嫩的香柏树，嘛拢会甲伊烧掉去哦。结果呢，你要因请啥物人做因的牧师？刺啊！我即摆讲即个故事呢，是真正伫圣经内面的故事。伫倒一段呢？伫咱的士师记啊，士师记的第9章，你会当看到即段的故事。伊毋是要请因做牧师，伊是讲请因来做阮的王。士师judge 的意思呢，咱会听翻做是审判师。但是士师即个字伫希伯来文，伊的意思是民政官，就是来管理民间人民遮的事。甚至嘛当衍生叫做行政官，就是爱做行政，遮的工课。最后变做行政、民政，佮司法官，爱管理遮的审判遮的代志。所以其实咱读士师记，就亲像看到足侪无共款的牧师伫圣经的中间。遮的牧师有诶足牛的，有诶呢足有功夫的。有诶呢，迄立足大诶，倒一个士师气力上大，参孙，伊是最后第12个士师。总是士师记呢，互咱看到7届的循环。这个循环就是百姓犯罪，犯罪了后，上帝就互因食苦，食苦呢，因无当作食饱，伫受苦的中间哀叫上帝。上帝听因的祈祷，就派士师来解救因，安尼拢总7届的循环啊。所以每一届要循环时，你会看到圣经有写，以色列人搁去犯罪，以色列人搁去又去拜巴力，本来是拜上帝，互上帝驾驶调整到金闪闪，但是因搁故意后袂去接，然后搁去拜巴力。所以士师记，互咱看见，伊的重点，就是3段，1章到3章讲是上帝的警告；第3章第7节开始到16章讲到上帝的审判。上帝通过12个士师来甲遮以色列百姓教导因，就爱听话守规矩。然后第3段17章以后，上帝无去啊，上帝其实是伫遐咧等待啊。上帝本来讲，因伫埃及地是奴隶，救因出来做上帝子民，佮通过约书亚进入迦南地，互因得到流奶甲蜜的地。总是因伫迦南地听无完全，上帝讲，但是因听无完全。是因伫埃及的时阵，亲像迄个细只的鹰鸟，小老鹰，小鹰，伫遐是嗷嗷待哺。上帝甲因调做是祭司的国，你读到即个出埃及的时阵，遮所有出埃及的人拢称做是祭司，万民皆祭司。进入迦南地，即个地毋但是因的，甚至爱阁放互因的囝，放互因的孙，称做产业。即马你住的厝，即马你有的土地，毋是只有你的，嘛爱称做你的产业，互你的囝、你的孙。会当继续伫即个土地、即个财产的顶头来生活、来敬拜上帝。但是遮的第3代，因伫埃及的时阵是第1代，旷野的时阵生第2代。但是伫第2代，只有第2代才会当进入迦南。然后你进入到迦南以后，剩第3代出来。第3代、第4代呢，因将上帝话无全听完。上帝头讲安怎，听，但是呢，时间过啊，阁放袂记哩，阁去拜巴力，
搁去对世俗的生命。上帝最后就伫遮咧等待，互遮的出埃及。上帝讲：恁是背逆的，好下本犯罪应尽，应尽就是阿妈棍足硬，就是无要听话。上帝讲：我要互恁成做神的国民，互恁伫迦南地会当得地为业，然后爱治理即个所在。但是咱看到士师记到落尾时阵是完全无听，听不完全，不全听完，最后完全不听。问题伫什么所在？一开始上帝安怎讲？听不完全，无斟酌听，无听详细，所以伊的第二代、第三代到第四代变做完全无听。我会记得我以前伫遮讲道的时阵，嘛甲大家分享讲一句即个教会常常咧讲：一代兴，二代兴，三代无无明，四代你请牧师来，牧师来请我无银，五代呢公马拜甲归厝近哦。本来遮的上帝子民，因爱做上帝的即个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因讲我们要做龙的传人，我们做这个世间龙的传人。但是听无上帝话，看无上帝，变做朦胧的龙，目睭蒙，目睭目，看袂真足，龙的传人。过来呢，耳孔阁愈来愈重，变做安怎？臭耳人的龙的传人。你要做倒一种龙的传人？咱毋是龙的传人，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请甲你隔壁兄弟甲伊讲，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爱伊的子民来传承上帝伊的话、伊的旨意。所以伫士师记的中间一个重点，就是遮的百姓因的生活讨谈，就是看出因对上帝是毋是有忠心。若对上帝忠心，因的生活就足好过；若对上帝无忠心，即个好过的生活就有时间。时间到了后，上帝就互因食苦，互因伫遮受理啊。所以12个士师的中间，咱会看到14个名。头一个士师厄陀聶，伫上界南边，这是加列的孙仔，变做加列伊的囝婿。厄陀聶。然后，搁去到第二个士师，是伫即个以弗，即个以弗呢，是伫即个中部的所在。然后，搁去到第北部，第三个是三家，即个以弗，一支刀啊，就杀死迦南的王。你会看到这12个士师，我用这个数字标出来，就是互你知影讲，读士师记，伊即个地点，是会走来走去，一些伫南边，一些伫北边。一些伫中部，一些是东部。每一个支派，虽然讲无每一个支派拢有士师，但是每一个支派因拢有聘着牧师来引带因、带领因、治理因。总是这个士师，互咱看到的。黄色的叫做大士师，绿色的也是蓝色的，叫做小士师啊。加起来是12个，但是你来看这个名，拢总有14个啊。因为甲底波拉。底波拉，本来毋是伊爱做士师的，是下骹即个叫做巴拉爱做士师，但是巴拉无胆，叫即个查某人底波拉，女先知去来做阮的士师。然后佫一个阿比米勒，是基甸的囝，伊嘛捌做过士师，但是圣经无承认伊，所以咱看到是12个士师啊。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嘛是。第五个士师就是基甸啊，基甸，这是咱今日新眼光。如果你若读今日的新眼光，就是读到基甸的故事，对昨来开始，你会读到拜三这5天，都咧读到基甸的故事。基甸的故事，其实咱会当常常伫旅馆的中间，住旅馆，昨我住伫桃花源饭店，这个桃花源饭店呢，互我感觉桃园真无共款。早起我去因的餐馆食早餐的时阵，结果内底拢毋是台湾人，人足济，旅客足济，拢倒一国的、韩国的、
内底拢韩国人，好，所以我感觉讲，我来到桃花源，我感觉好像来到韩国一样哦。好，就爱感谢哈密达安尼哈塞哦。好，来到伫韩国，我表示讲，咱的台湾有观光，好，有真无共款。我会记得顶一届伫台中的时阵，嘛去住饭店，内底拢全泰国的，好，即个沙瓦迪卡、空库卡，好，台湾，好，变做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好。所以咱若住伫桃园要做生意啊，韩国话啊，加减啊学几句啊，对生意较有帮助哦。咱若住饭店，迄个拖啊若掀开阵，拢会看到是本啥物圣经。昨我住桃花源，我嘛特别去遐敲一个，果然一本圣经就伫拖啊内底。但是毋是基督徒，伊想讲即本圣经创啥的？好，是要伫遐来正邪，好，就是要来赶鬼的啊。好，迄是世俗，毋是基督徒的人。因想讲一本圣经囥伫遐，可能即个房间有鬼啊，好，所以囥一本圣经伫遐有鬼，来当来赶鬼。但是呢，即个饭店内面有圣经，好，其实是对三个人开始，特别是中间即个人，好，伊叫做尼克森啊，即个是伫19世纪，好一个美国人。即个青年呢，因妈妈带伊13岁就甲伊带伊去洗礼拢陪伊读圣经。但是呢，19岁时阵，伊这尼克森的妈妈呢过身，要过身之前呢，伊就甲交代一句话，讲尼克森，好，妈妈要叫上帝接转去啊。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好，每一天拢爱读圣经，拢爱祈祷。这伊个妈妈的要求，所以这个尼克森呢，吼，伊就真正就听话。19岁，逐工拢其实13岁就因妈妈就陪伊。19岁以后，原来逐工读圣经，逐工祈祷。到伊26岁时阵，已经变做是一个生理人，常常出外旅行做生理。做生理的中间，吼，伊就拢爱住饭店。但是伊知影住饭店呢，吼，原来吼。有足侪试探，外口的遮生活啦，外口遮的滋味啊。有一届呢，伊去到伫即个东部的威斯康辛州啊，伫遐出差的时阵，结果拄已经饭店讲，哎呀，无位啊，已经无房间啊。所以即个柜台甲讲，尼克森先生，阮甲你安排一个房间，但是爱甲另外一个人客甲伊做伙住。但是呢，阮有帮你算过，即人客伊嘛真客气，嘛是真好斗阵的，是毋是当接受？无阮真正无房间。尼克森讲好，结果呢，去的时阵到伊房间要开时阵，伊的即个室友叫做 Hill， 伊甲即个 Hill 先生讲 Hill 先生，你好，我呢答应我妈妈讲我逐工就爱拢爱读圣经甲祈祷，所以小等呢，我会伫遮读圣经甲祈祷，凡事甲你插着，先失礼，但是我袂足久的，请原谅。即个Hill听着讲，安尼哦，我嘛是基督徒呢，安尼咱两个做伙来读圣经无？就开始做伙读。迄天因读的圣经是约翰福音15章，读到16节时阵，因读着讲，毋是恁拣选我，是我拣选恁。而且派恁去结果子，叫恁的果子会当常常遵守。因读着即个圣经在时阵，因两个拢足感动的，讲这是上帝咧对阮讲话，阮两个就开始分享。本来要困啊，讲到半暝啊2点还袂困，两个就足热心、足热情的。结果迄天呢，因以后继续联络，因就常常联络。然后因佫找着一个叫做 Knight， 即个 Knight 三个人就伫1899年开始即个基甸会啊，捌听过无？基甸会拢咧做啥物？送圣经嘛。恁厝内底有基甸会圣经，请举手一下。即马毋知拢囥去对啊？细细啊本的红色的，即马变做感觉色的，来佫有出蓝色的。会去学校门口啊，去家乐啦，去遐送圣经。即个基甸会因有7个目标，头前2个就是爱真做读圣经的人，第2个真做祈祷的人，这就是基甸会。为什么叫基甸会？就是因3个聚会时阵，因读着士师记第6章、第7章，看到基甸的故事，讲阮就是爱亲像基甸共款，做300个勇士，本来是32000个人，最后剩做300个。
这300个会当打败米甸人，所以我嘛要甲因共款，所以诚做基甸的故事。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士师记内面的基甸。伊的故事真多真长，但是我只有讲3点。头一个基甸，伊是一个足无胆的人。基甸，咱讲伊是勇士，甚至上帝头一摆记着耶稣就讲带领的勇士，大能的勇士啊，上帝甲你同在啊。但是呢，迄阵其实因伫玛拿西支派，伫以色列迦南地的中部，拢去互米甸人来欺负啊。米甸人住伫地呢，住伫足南边的，出埃及过西奈山，过阿拉伯，才到米甸。米甸人一东一边骑骆驼，去到伫迦南地，安尼是几啊百公里，抢因的物件，将因所建造的遮个庙啊，所建造的修神，拢甲伊吞甲歹去，互因连续7冬拢无修神。要7冬哦，一年就敢去一遍就好。米甸人足歹，就是去甲因糟蹋，互因真正枵巴肚。所以大家呢，每一年每一冬时间到啊，因知影米甸人要过来啊，大家安怎？毋是要出去甲因相拍、甲因相杀，大家是拢秘伫棚空内面，大家拢藏伫棚空内面，惊去用米甸人来杀啊。所以基甸其实伊嘛是拢常常历史啊。偷偷密起来，暗时啊，才出来伫遐咧进物件，开始伫遐进，而且咧进伫迄个山坪内面，互人找无的。这就是迄阵以色列人因的生活。等上帝出现，甲伊讲带领的勇士，上帝甲你同在。基甸甲上帝使者讲，上帝若甲阮同在，为虾米阮会拄着即种的悲哀？毋知影咱甲上帝祈祷的时阵，会常常用即句话问上帝无？上帝啊，为虾米我会拄着即种的代志？上帝啊，为虾米会发生呢？上帝无甲伊回答，上帝甲伊讲：我要甲你同在，我要帮助你，互你拍米甸人，亲像拍一个。尾啊，基甸才知影讲米甸人因有135000人，但是呢，基甸足无胆。伊原啊，上帝帮助伊，上帝互伊伫石盘中间看到有火对石盘来倒，即个基甸惊着，伊讲：我竟然面对面见到上帝，看到上帝的使者，伊想讲：害啊，我惊你带要死啊，今天就完蛋了。但是上帝甲伊讲：平安，毋免惊，你袂死，我要甲你同在。所以基甸就甲迄块石头、石盘，互一个名叫做耶和华沙龙。捌听过无？沙龙是啥物意思？平安。所以平安就是基甸本来想讲，迄天伊要带起来啊，迄天伊要去见上帝啊。但是上帝也讲毋免惊，你袂死，我要甲你同在。所以伊就用即个平安。Jehovah Shalom， 就是上帝赐平安，也是讲上帝就是平安。这是伊对上帝的认识，所以伊的上帝就是赐平安的上帝。过去基甸伊在惊啥物？惊米甸人每一年拢来甲因吞打，拢来甲因抢，拢来甲因劫，所以大家足惊。但是呢，到落尾比这个更较互伊通惊。是看到石头出火，伫火中间见到上帝，哇！这个上帝比这个米甸人更较通惊，更较可怕。但是上帝竟然甲讲平安，你袂死，我要甲你同在。所以基甸伊讲上帝是平安的上帝。咱上界清楚的，就是基甸最后带300个勇士。这就是今日咱读新眼讲的圣经，你会读到这段。这300个勇士是基甸，伊就去以色列逐支派去遐招袂少人，招32000人。上帝讲对你的人伤多啊！你若战赢，这个人会讲，毋是上帝熬，是我熬，我的手救我家己。所以上帝甲伊讲，你若惊的人，基甸就去甲这个人讲。
恁若即摆会惊的人，惊你着带起来的人，恁即摆着通随时转去。结果32000个，转去22000个，剩偌济？1万人。如果你要转去，还是要留落来？留落来真有勇气。1万人，上帝讲1万人伤多啊，带因去水泉边。这个水泉叫做哈律水泉、哈律泉啊。我亲自来甲你试，1万个伤多，带几个呢？结果呢，安怎试？但伫即个水泉边啉水的人，像狗仔，狗仔安怎啉水？狗仔用舌头安尼舔，接水的，伊是毋是就是用手将圣经有写，用手把水捧上来，像狗一样舔的，互因徛伫一边。另外一种的是用骹头粉跪落去，拍落去啉的，互因徛一边。300个是倒一种的？300个是像狗仔的，300个就是安尼用手捧水，用喙子来接的。这300个勇士，咱若看圣经咧描写，你嘛袂感觉讲安尼敢有像勇士吗？好像比较像狗啊。跪落去，喝水，敢有啥物较无好吗？但是咱若去中东即个所在，咱若是有去信地，即摆哈律泉变做一片足水的公园。迄个水泉呢是足平，迄个水呢是足真的，从地下安尼一点一点的渗出来。但是呢，你若1万个，那1万个要伫即个公园绝对是会落，我倒伫1万个伫遐。但是3万个，32000个可能就对袂落。1万个伫遮，1万个看到水的时阵，若看到水要啉的时阵，双脚跪落去，迄个水就安怎？头爱浸落去，头爱热热，趴下去喝。但是像狗仔安尼用手捧起来时阵，伊就安怎？徛喺遐，伊的眼睛可以看哪里？会当看到四周围。因为这个哈律泉，就是伫这个米甸人因集营的附近，所以上帝讲，做这300个，这300个所代表就是他们有在警醒，因有在注意，因有在观察四周围，毋是看到水，规个头就浸落去的。上帝讲，就是这300个，你就带因去，所以基甸就带这300个分做3队。一队100个，半暝啊，每一个人举一支火把，火把放伫即个甕仔内面，所以迄个火呢拢袂根，看袂到，就将这个火隐藏起来，将这个根给藏起来。结果呢，因当基甸分扫甲分声的时阵呢，大家人就将迄个甕仔给讲出，结果就开始根。所以135000个米甸人，因就去互三边的300个人，伊毋知讲偌只有300，想讲是30万人。所以米甸人就伫即个中间，大家就手忙脚乱，因就伫遐来去互拍败。所以基甸就伫迄个所在战赢，这是基甸一届的战争，一届的战赢。圣经讲，即个所在得到平安几年？得到40年的平安哦，40年的平安。前7年是去互人欺负，但是上帝甲因同在，因得到40年的平安。咱若看基甸的故事，读到遮，咱会感觉讲，基甸真正是上帝所使用的勇士。但是咱若继续读士师记，后壁第8章到第9章的时阵，基甸的故事还未结束。你若继续阁看到基甸的故事的时阵呢，你会发现讲，基甸其实伊嘛是有伊软弱的所在。第8章、第9章，今日咱所读的圣经，以色列人大家足欢喜的，真是啊，阮真正会当伫遮种物件，好好平安过日子。基甸啊，我要选你起来做阮的牧师，我要选你起来做阮的王，而且毋是只有你，你的囝。你的孙拢会当做阮的王来治理阮甲你聘书伫即个所在，你就直接当选啊。基甸讲啥物？讲我无要甲恁治理，
我的囝嘛无要甲你治理，谁会甲恁治理？耶和华上帝家己会甲你治理。基甸讲的对还是毋对？伊基甸讲了非常的正确。读到遮，基甸拢讲甲足好的。但是24节以后，基甸讲我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恁将米甸人抢来献交耳环，拢互我。米甸人是做买卖，所以因早足侪金仔出来甲人相战，嘛早金仔出来甲人相战，表示讲金仔伤济啊。基甸讲，这金仔拢互我，加起来拢总有17公斤，17公斤的金仔，伊摕来做一领衫，叫做以弗得。什么是以弗得？大祭司头前伫穿的这领衫，这个衫顶头有12个旋宝石，代表12个支派。大祭司穿这领以弗得，伊头前还有一个抽口，乌灵和土民。人要问上帝，讲上帝就抽出来的时阵，乌灵 yes， 土民 no。上帝明仔会使食猪血粿无？抽起来 yes， 好啊，明仔有猪血粿通食。好，当然袂去问袂摕这个来问上帝。但是有一领以弗得，因就是会当来问伊，所以代表基甸伊要做啥物？将这个以弗得做出来，放伫伊家己的家乡俄弗拉，表示讲，你若要找上帝，爱来找啥？爱来俄弗拉找基甸，变做伊就是上帝的代理者。我无要做恁的王，恁遮的12个支派伤啰嗦，伤压杂啊！我无迄个时间，我无迄个时间去甲恁做伙。我呢，要伫即个所在好好敬拜上帝。你若要找上帝，你嘛毋免去找大祭司，就来找我。但是基甸伊阁带足侪某，生拢总70个囝，圣经排第几名？70个后生，圣经排第1名。所罗门伊有带300个大某，700个细姨哦。但是无讲伊生几个囝，可能伊生无几个。第1名有2个，一个是基甸，第2个就是亚哈王啊。这2个拢生70个。阿比米勒毋是大某的囝，阿比米勒是细姨的囝。这个细姨是外邦人示剑的人啊。结果呢，阿比米勒就带伊母舅的家，甲因讲。即马呢，恁要互70个人来甲恁管，还是一个人甲恁管？恁要选70个牧师，还是要一个牧师？一个就好啊！所以世间人嘛是讲，我嘛一个就好啊。所以呢，阿比比来讲对，所以另外迄70个呢，足加路的，来，咱来甲迄70个甲伊做掉。所以阿比比咧就带示剑的人。去杀死基甸70个囝，但是70个囝有一个秘起来上细汉的叫做约坦哦。这个约坦呢，知影讲阿比比的做王啊，伊就走去山顶，讲伫树林中间，这个树林要来聘牧，这个聘牧委员会就去找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找刺啊。一开始我讲这个故事，就是约坦伊讲的故事。煞接因真正选这个人叫做妻啊，伊在讲亚比米勒就是这个长得不怎么样、矮矮的荆棘，但是偏偏恁要立伫这个荆棘的下骹，互这个荆棘来管，阁互伊来吓惊。伊若无听伊的话，伊讲伊要放火，甲恁遮的树林拢烧掉去，烧掉去。总是约坦。讲即个是一个故事，其实嘛是一个预言，嘛是一个咒诅，嘛是一个咒诅。约坦讲，恁若选择阿比米勒，愿阿比米勒放火甲恁烧掉。结果真正上帝安怎做？圣经写，上帝就派邪神邪灵，互阿比米勒甲示剑伊的即个妈妈迄边的亲情，真正就拍起来。
拍起来呢，谁赢？阿比米勒赢，赢以后，佫去甲人掠到迄个厝顶，最后一个城，伊要爬到迄个城顶的时阵呢，一个妇人人用迄个大石磨石割落来，拄仔割到亚比米勒的头壳，亚比米勒的头壳破一大坑，无药医啊，伊知影伊要带起来啊，伊叫边仔的少年呢，紧摕刀啊，甲我刣死。无以后，人会讲我是互去一个妇人人刣死的，嘛无效，因为圣经写落来，即摆有读圣经的人，全世界拢知影阿比米勒互谁刣死的，互一个查某人刣死的。阿比米勒去互查某人刣死了后，妇人人，结果草草结束他的生命了。这个故事，互咱看到，今仔日若基甸伊无爱治理。明仔载，伊的囝、伊的孙、伊的后代，就去互人安怎修理？伫教会中间，要请你出来做执事，你有要答应无？要请你出来做长老，你有要接受无？会记得即句话，今仔日无要出来治理，明仔载有可能就会去互人修理。基甸讲：我甲我的囝无要甲恁治理，上帝要甲恁治理，但是基甸互伊的囝，才的百姓陷入宗教的危机，家己做一领以弗得，代替迄个大祭司，伊是玛拿西支派，大祭司是利未人的，才会当即个阿伦的后裔，才会当做大祭司。宗教的危机。本来爱有一个王来甲因治理，讲我无要插，阮兜拢无要插遮个代志。结果政治上就互伊的外口细姨生的即个囡仔出来篡位，佮家己的70个继承人拢刣死。阿比米勒、亚比米勒、希伯来，咱读袂出来即个意思。但是咱读即个希伯来文，阿比米勒翻出来叫做。阮爸是王，我的老爸是王啊。圣经有写即个名，佫是基甸家己号呀。所以你认为基甸敢无想要做王吗？伊就认为家己就是王啊。连我较细伊生的即个囝，就讲阮爸是总统啊，阮爸是牧师啊，阮爸是长老啊。伊这足互人看甲足清楚的。所以如果我若是即个尼克森，我若要创一个读圣经的协会，我袂号做基甸会，因为我若阁继续读落去第8章、第9章，我真正读袂落去。好，但是无法度，人基甸会，好，伊嘛好咧，嘛做了足好诶，好，感谢主，好，感谢主。但是咱看到阿比米勒一个人出来治理。大家橄榄树无要做，葡萄树无要做，无花果树无要做，加一个刺啊，伊要出来做。但是上帝互伊变做一个小人，这个邪灵，现代中文圣经的翻译叫做邪恶的心理状态。伊个心啊，癫狂啊，伊个心已经起笑啊，所以颠倒伊来插政治。插教会、插遮个代志以后，愈插愈害。伊也无出来反正大家个太平过日子，平安40年。但是伊一个出来，变做大家相害，相害连亲族的内面，大家嘛咧相害。其实遮个代志拢会当来预防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可以避免。你若读第9章，圣经讲原因即几项。因为基甸死了后，以色列人过去拜巴力，所以这是第4次的循环，第4届的这个circle过去拜啊。然后，这以色列人因袂记得上帝安怎救因脱离米甸人的手，所以因一个过好日子了后，艰苦拢无去啊，祈祷有效，艰苦无去啊，安尼上帝无要紧啊，囥伫边啊。搁一句。伊嘛无照基甸安怎样对待以色列的遮个恩惠，对待伊的家。因知影
基甸的70个囝去互人抬死啊，因拢点点，因拢无出声，因拢无讲话。今仔日无要治理，明仔载真正就去互人修理，修理甲足厉害。基甸了后，咱若读史书记，这个史书一个比一个搁较惨，惨到上尾一个后礼拜要甲大家分享的，叫做参孙。这个真正是叫做参孙。乌白来嘛是做史书，这种的水准嘛会当来做史书。伊不过是溃烂足大尔，但是伊的行为、伊的做人，真正拢是乌白来。过去上帝使用摩西，使用基甸，但是上帝爱因的后一代继续来服侍上帝。当以色列人对基甸讲：“你已经救阮脱离米甸人，请你甲你的囝、你的孙统治阮。”基甸讲：“我无要统治恁，我的囝嘛无要统治恁。我即马较爱是啥物？金仔杀来，将恁的金仔拢摕来。我即马较爱是安怎？我较爱敬拜上帝。上帝顶一届伫火中间甲我显现，所以我嘛要伫即个所在，继续敬拜上帝。其他恁的代志，恁家己去处理。但是呢，我共款过我的好日子。撒迦利亚第4章第6节，咱做伙来读。毋是靠权力，毋是靠才能，就靠我的神，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上帝讲是靠伊的神，迄个神就是耶和华的灵啊！真正爱有上帝的感动，才会当来做一个好的治理、好的王、好的统治者、好的牧师。大笔是上帝看做好的。那真正所有领导者中间，大笔是上互上帝上界的儿女。伊伫诗篇51篇第10节安尼写，咱做伙来读。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一个领导者服侍上帝的人，上惊的就是伊的心变心啊，对上帝无忠心啊。基甸当伊拍败米甸人以后，伊对上帝的心有改变无？虽然咱伫圣经无看较足面的，但是咱看伊的囝，看到后壁的故事时，咱会感觉是一个足大的提醒。当咱伫信仰顶悬，伫是基督徒的是咧，基督徒的见证中间，咱有见证，咱就爱搁较谨慎家己的决定，毋通因为成功胜利头壳歹去，结果呢大主大意。搁讲一解。毋通因为成功头壳歹去，然后呢大主大意。什么叫做大主大意？上帝讲的做参考，不全听完，不完全听，不全听完，最后变成什么？完全不听，不甩。读到史书记后壁，真正就是安尼。上帝在讲的拢无在听，领袖往往是问题的根源。咱若穿即个鞋子，上界乌的所在是倒位？领过来咧袖子，所以领袖就是上乌的。甲你隔壁讲，咱的领袖是最棒的。好，做一个牧师就是领袖，领袖有可能就是迄个上界垃圾的。所以迄上垃圾安怎？爱愈较上清气，你若咱若衫垃圾就安怎？就爱洗较清气的，你就爱拿较顶真，就爱摕起来喷，要拿出来，好好的洗一洗，因为伊就常常在接触啊，常常在出外，常常迄个阿妈棍啊，即个手啊，所以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就爱足注意，领袖往往是问题的根源。橄榄树无爱做王。葡萄树、无花果树无爱做王，结果无鱼，大家台语拢真好，鱼嘛好，请一个鱼仔来做树林教会的牧师，
今日即个故事甲像咱教会就有关系。结果真正大家就拢互即个虾仔牧师，互伊治理甲安怎？什么叫做虾？就是虾，很虾的意思嘛。所以咱的祈祷是啥物？求上帝帮助我，帮助咱，做任何的事也好，服侍上帝也好，动机爱纯正，代笔的祈祷，毋通陷入利用教会、利用上帝达成家己的目的。基甸就是互咱看到即个提醒。迦南教会听讲到顶礼拜在屏幕有几个人来应征？一个哦，倒一个？就是敢即个款哦。无人敢来吗？还是消息无放出去，拢无去甲人通知，黑箱作业。我要屏幕拢无人知影。不管安怎样，要迦南教会的牧师，是需要大家代替祈祷的。即个牧师，不管伊是无花果树也好，橄榄树也好，葡萄树也好，甚至是一尾虾仔也好，咱爱为即个牧师好好来祈祷。因为牧师若做了好，大家才有平安的好日子。但是牧师，伊若安怎讲？牧师无照上帝的话，牧师伊若无照上帝的规矩，凡事以后咱嘛爱对伊食苦。所以，毋是只有咱迦南教会，每一间教会，每一个所在拢共款。咱的立法院有一个新的院长，即个院长听讲9点上班有困难，所以这嘛是咱的选择，嘛是百姓所选出来。咱嘛爱为伊来祈祷，咱的国家领导者嘛是安尼，咱就爱为因来祈祷，或者会领袖真正拢会到有清气的心、诚心换心正直的心哦。咱爱学习圣经，伫迦南地建立上帝的主权。结果伫迦南地、流年甲蜜的地，毋是伫遐讲我即摆来即个所在。即个紧来去炒地皮，紧来去买地来起厝来起楼仔厝，毋是，即个地是上帝的地，这是上帝的所在，是要得地为业，然后爱治理，互阮甲阮的后代继续落去的，这是要紧的。咱爱耐心祈祷，毋是伫遐照家己想到的大主大意，头壳歹去。大主大意就是无要等上帝，上帝啊，你讲啥物？我听无清楚呢。上帝歹势，我这机啊信号无好，上帝听无切掉拄则上帝安怎讲，然后就开始做。大主大意就头壳歹去，咱爱伫迦南地顺探上帝的主权。咱做领导者，不管是小组长也好，区长也好，长老执事也好，牧师。共款，拢爱谦卑治理。今仔日无治理，明仔载有可能互人修理，而且外口的人、家己的人拢有可能。爱伫迦南地尊探上帝的主权，愿上帝的主权伫咱迦南教会，愿咱伫迦南教会学习圣经，耐心祈祷，谦卑服侍。看见上帝主权伫迦南教会，阿门。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通过史书记的记载，互阮得到真大的提醒。阮的教会需要的，毋是只有一位牧师，阮的教会需要的是一群带领的勇士，是一群愿意谨慎祈祷、读圣经。谦卑尊探上帝话，迦南教会有真侪的会友，总是有时阵上帝讲，恁的人伤济啊。迦南教会有真侪同工，对上帝来看，有可能上帝讲，我无爱遮侪的人，我需要的只要是会当谨慎听候、专心致意伫上帝的话。
甲上帝声音的人。愿上帝帮助嘉南教会以及嘉南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做基甸300个带领的勇士，将上帝的话记伫心内，互阮将上帝的话带到桃园即个所在、逐所在，将你的根来根照即个都市、即个城市，互上帝你的根会当根照四周的人。也愿上帝带领阮头前的路上，互阮知影嘉南教会是上帝应允留年甲密的地。阮伫即个所在，爱继续将上帝的产业来交接传承，一代过一代，代代拢伫遮得到上帝祝福。愿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衬，请起立来吟全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衬，也做将来盼望。互阮闪避大英风台，迎点安稳所在，全力保守因下面，先都徛起安心。上帝成就高野堂课，做阮稳当保护。千山摇袂四出以前，世界摇袂形成。你对永远就是上帝，固定不变无退。对你来看，虽然千年，亲像过了1年。暗时自己实在真谛，700年久就过。光阴地过，亲像大水，至今予伊流去。光明富贵，万人民望，实在拢是空讲。上帝做阮代代帮衬，高做将来望。拄着艰苦，求你照顾，做阮永远问候。阿门。谢谢，这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你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乎你，做你乐言告之时，是
上帝，阮感谢学了你，你是创造天地的原本，你伫你听的内面，阮有平安，有喜乐。阮伫遮享受主你所赐的平安，所赐的稳定。阮搭要献上阮一切的感谢，阮要用阮的时间、金钱甲快乐为主你所用。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妹。阿免，请坐。这是要请顺任顺正长老来报告。咱要报告进前，咱先来介绍一位咱今仔新来朋友吼，陈千姊妹，咱拍鼓个欢迎吼。伊是迄个堂妹个介绍，堂妹敢有伫中间？是，毋是伊名啦，是一个人，恁堂妹甲你介绍来啦吼。好，请坐吼，咱送一个小礼物吼。伊住伫长泰路6号，咱嘛为伊来祈祷甲欢迎吼。好，第二个报告吼，咱来进行报告吼。咱非常感谢今仔日陈表主牧师来到咱的中间来讲道来勉励吼。牧师女嘛伫咱中间嘛吼。好，咱就来拍鼓吼。感谢陈牧师吼。好，今仔日依然是总会原住民的宣告委员会事务奉献主日，咱请兄姐特别来关心，为着总会这个事务来带到甲奉献。今仔日下晡4点要伫8楼来调开董事会吼，所以请咱董事吼伫4点到伫8楼来开董事会。今仔日咱感谢陈表主牧师伫咱中间正式来为咱来主持讲道吼。下晡1点，咱依然邀请陈牧师伫咱中间，要甲咱遮个总集佮所有的核心同工协心同工。咱兄姐若是你有时间方便吼，会当来甲陈表主牧师面对面的迄个座谈会，好无？吼陈牧师互咱真好的教导吼。咱嘛牧师娘今仔嘛有伫咱中间来参加，咱嘛欢迎吼。下礼拜吼伫咱1楼10点半迄个关怀中心的活动吼。咱注意看关怀中心是关心几岁到几岁啊？0岁到99岁啊！怀孕的宝宝吼，就听我为祈祷，听我来做迄个关怀咨询吼。咱嘛为着即个活动来祈祷来参与吼。来咱教会大楼迄个年度的大饼扫吼，咱已经有计划好势吼。各区爱负责的即个楼层啊，即分配表吼，请咱会当看迄个咱周报第7页吼，或者是公布栏。咱今年有几个所在无要拼吼，特别咱迄个5楼6楼要去做装修嘛吼，所以咱迄个拼的迄个楼层有较少，所以请区长配合你的小组长甲组员吼，赶紧来认领吼。咱到3月底来摒扫刷的时阵，咱4月初准备要进入到热天嘛吼。4月初咱利用清明节的时候总消毒，咱就听讲维持一个真好的环境安尼吼。好，下一页吼，先助学金开始就会，今仔开始要申请吼。到当时来截止所见呢，3月24要截止来收件吼。这咱来表格吼，恁听我找干事，或者是咱家送完吼，嘛会当来摕到这个申请的表格吼。新竹中会妇女的公道日吼，3月7日拜5伫新竹教会来举行。报名费一个人150块，所以咱的姊妹若要去参加的姊妹吼，请迄处理长老、店长老来报名吼。咱第9组的迄个廖伟光吼，就是廖分长老的后生，伊亲家吼，伊伟光的丈人林昌才弟兄，伫2月7日蒙主恩调，伊许主怀78岁，定伫20，就是拜二吼，要伫台北的殡仪馆来举行，在个别礼拜吼，包括在火化吼，在事吼，咱嘛特别为着即个家庭吼来带到愿主安慰的灵甲伟光甲伊的太太吼因即个家庭来同在吼。好，来咱最后来读即个金句来。我要奉伫恁，我的囝嘛无要奉伫你，只有上主才是恁的统治者。搁一遍来。伊顶讲，我无要统治恁，我的囝嘛无要统治恁，只有上主才是恁的统治者。数据8章23节。
来，今日上演诗圣诗392首，俄罗上帝万福本愿吟诗所要请陈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俄罗上帝万福本愿，地上万民最下称赞，天天现在顺遂万岁。俄罗北家是上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探，信心的感动，甲恁尽大家三个伫地，互恁会当成做上帝所使用的领导者，互恁甲恁的囝、恁的孙，会当伫上帝老年甲密应允的迦南地，伫遮来建立主的教会，因跟上帝义的正人，对这些到因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列倒。